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各位咧收睇三元視野呢個節目嘅，照舊有我 Terence 啦，同埋拍檔 Meta 嘅。嗱，每一次三元視野咧，我同 Meta 咧都希望同大家講一啲喺過去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裏邊咧，全球金融市場一啲最熱嘅話題嘅。我哋用嘅角度咧係畫龍點睛，短短地，希望俾大家咧睇到嗰個大圖畫。嗱，如果大家想睇一啲或者聽一啲深入啲嘅分析咧，可以去 Meta 個社交媒體啦，又或者咧我喺 Beyond KOL 裏邊咧其他錄嘅 video 嘅。好啦，咁你話過去一個兩個禮拜有啲咩最熱嘅話題咧？咁當然咧就要講一講所謂嘅東升西降現象啦。特別如果你睇下香港嘅股票市場同美股咧，事實上邊由2月開始咧就非常大嘅分別嘅。恒指咧起碼咧就已經升咗20%啦。咁而 S&P 500即係美股整體嚟講咧，由2月開始咧就跌咗大約係7%到。咁所以咧我就會集中咧講一講美股啦，而 Meta 咧就會集中講港股嘅。咁開始嘅時候咧，當然要睇下即係美股嘅表現，其實係咪真係咁差咧？咁嗱，當然如果你睇下什麼咩100日嘅平均線啊，又或者200日嘅平均線咧，而家呢個水平咧已經係完全即係打破晒㗎啦。咁如果由嗰個高位量度起咧，基本上邊咧就已經跌咗超過10%。咁所以從技術嘅角度嚟講咧，就已經正式咧進入咗一個所謂嘅調整期。嗱，首先咧我自己咧都要澄清一點啦，就係話其實呢一啲咩100日啊、200日嘅平均線咧，就冇乜特別嘅 information content 嘅。不過從一個 momentum 嘅角度裏邊咧，都好明顯睇到咧嗰個跌勢。咁如果你話睇下唔同股票嘅表現咧，好明顯即係前一排俾人哋追捧得好厲害嘅科技股咧，就成為咗一啲嘅重災區嘅。例如蘋果就跌咗差唔多15%啦，Nvidia 又跌啦，Microsoft 啊、Google 啊、Amazon 啊、Tesla 就更加跌得犀利啦，差唔多去到即係40%。咁所以即係重磅嘅科技股咧，好明顯嘅表現就未如理想啦，就令到成個大市咧出現一個跌勢。不過其他嘅股票表現咧都唔係即係特別好嘅。嗱，除咗睇美股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咧，當然就要睇一睇嗰個美國10年期嘅債息，因為債息咧好多時候都反映到咧，其實市場對整個美國經濟嘅一個期望嘅。咁你睇到咧喺年頭嘅時候咧，就去到4.8%，當其時咧，大家個心就好紅啊嘛，覺得美國嘅經濟咧會好好嘅，因為 Trump 咧所有嘅 policy 咧都所謂係 pro-growth，即係會刺激個經濟增長。咁結果咧，到3月頭嘅時候咧，就跌到最低位咧，曾經係掂過4.1%，但係過一兩禮拜咧，有少少輕微嘅反彈。咁好明顯咧，呢個代表咗咧市場對最近一啲所謂關稅啊、Dodge 啊嘅成效咧，係有少少開始懷疑嘅，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咁 pro-growth 咧，刺激經濟增長咧，定還是其實係調轉頭？對個經濟咧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咧，特別如果睇下 Trump 咧最近啲訪問咧，其實佢都承認咧短期裏邊咧對個經濟咧係會有造成一啲嘅傷害，不過佢依然就話長期嚟講咧係對美國經濟好嘅咁。嗱，咁如果再睇一睇咧，另外一個指標，其實喺過去嘅 video 咧我都提過噶啦，美國所謂嘅高息債，特別係 non-investment grade 嘅一啲債券，其實對比美國國債嗰個息口嘅息差有幾多咧？咁嗱，好明顯咧，如果個息差係越高嘅話咧，就代表市場咧對呢啲所謂嘅 non-investment grade 或者高息債咧嗰個睇法咧就相對地負面。咁而你睇到咧，由即係2月中開始咧，嗰個 high yield spread 咧，事實上面就飆升得好犀利嘅。不過調翻轉頭，我都問咧，即係究竟即係個 high yield spread 由即係舊年嘅年中一路跌到落嚟一個咁低嘅位，係咪合理咧？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值得思考嘅嘢啦嚇。咁另外一個指標咧，大家都要留意望一望咧，就係黃金啦。
喺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咧，其實曾經有一刻咧係高過3000蚊嘅。咁喺其他 video 咧我都講過，即係黃金點解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升浪咧？咁最近呢一浪咧，好明顯就係對全球嗰個嘅不穩定因素咧，導致個黃金咧呢一輪嘅急升嘅。咁跟住落嚟咧就跌翻少少，就喺3000蚊樓下收市。不過破咗3000蚊呢一個嘅心理關口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指標嘅。嗱，除此之外咧，好多人講嘅美股咧，就係對比 Trump 今次上任之後嘅表現，同佢上一次有啲咩大嘅分別咧？嗱，大家睇咗呢張圖咧，好明顯就一目了然噶啦。上次咧，基本上邊就係好似咧冇乜跌過，由佢上任開始一路係咁升，就升咗咧250日。今次咧好明顯個勢頭咧就非常之唔同啦。最開始尚且可以，大家都覺得對 Trump 應該咧係可以 pro growth，但係喺過去嘅個零月裏邊咧，市場嘅反應咧就好明顯有一個嘅逆轉啦。咁好多人咧都問，係咪代表市場呢個反應就係美國會出現衰退咧？咁嗱，當然市場嘅反應咧有時係過敏嘅，咁我哋需要咧睇一啲實質嘅經濟數據。嗱，呢張圖係乜嘢咧？就係 Atlanta Fed 咧，佢就有一個咧實時嘅一個經濟預測。咁呢個預測係用啲咩數據咧？就係收集晒一路以嚟公布唔同嘅經濟數據，包括譬如就業數據啊，包括呢一個 ISM 啊，即係唔同嘅數據，佢集合晒，然之後咧作出一個模型嘅分析，就得出個結論嘅。咁最近好多人講咧，就係話突然之間咧，最近呢幾個 data point 咧，就令到嗰個嘅實時預測咧急跌嘅。原本一路都話第一季個經濟增長咧會大約喺即係2%至3%咁。突然間咧一跌到3月6號咧就去到-2.4%，咁你話乜嘢嘅經濟數據令到嗰個實時嘅預測有一個咁大嘅跌幅咧？因為好多人就話：咦，咁係咪代表 Q1 咧就會出現一個負增長咧？咁嗱，呢個 model 咧，因為用晒所有嘅經濟數據嘛，其中一個主要嘅數據咧就係出入口嗱。出口強勁嘅話，就代表對經濟好啦。但係入口強勁嘅話咧，就有一個反面嘅作用嘅。咁而最新一輪公布嘅出入口數字咧，美國嘅入口咧突然間咧就爆升。咁好多人就話：點解美國嘅入口突然間爆升咧？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咧預備有好多關稅啊嘛，所以好多人咧就由譬如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咧入定啲貨。就令到咧最新嗰個嘅入口數字咧有一個爆升嘅現象。嗱，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唔係好多人留意到嘅現象，就係好多人咧運翻啲黃金咧入去美國，咁所以黃金嘅入口突然間爆升咧，就令到最新一輪嘅入口數字咧出現一個強勁嘅增長啦。咁所以咧，Atlanta Fed 咧都即刻作出一個調整嘅。就係話，如果扣除咗嗰個黃金嘅入口數量，因為呢一個咧係一個特殊嘅情況啊嘛，唔可以咧擺落個 model 度。如果擺咗落去咧，就會一個唔準確嘅預測。不過扣除咗一個黃金嘅入口都好咧，其實第一季而家個 GDP 嘅預測咧都係0.4%，即係話僅僅高過呢個負增長嘅情況。咁所以好多人咧其實都擔心美國嘅經濟增長咧已經出現一個明顯嘅放緩，就算貿易戰咧未殺到嚟咧，已經出現咗一個嘅後果。嗱，呢個咧就係整體美股嘅情況啦。嗰種負面嘅情緒咧，無論你從咩角度去睇咧，都係非常明顯嘅。咁而呢一個負面情緒咧，好明顯就同最近呢一輪美國實施嘅關稅咧，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因為你同時間上邊咧，你可以睇到啦。咁而呢一種嘅混亂咧，其實就造成對市場好多嘅不穩定，即係市場一路以嚟咧都係唔中意呢一種嘅不穩定。一係你就話俾我聽，而家好差，又或者好好，咁以至到咧我可以估計究竟乜嘢嘅價位咧先至係合適。
而家咁咧就吊住喺中間嘅，唔上唔落啊。究竟你係實施關稅啊，定唔實施關稅咧？實施係幾多咧？咁所以市場而家其實咧係一個好不穩定嘅狀態，去摸緊其實應該點樣去 price in 呢一啲好唔穩定嘅局面嘅。嗱，有一個嘅日子咧，我想特別提一提就係4月2號，喺我其他嘅 video 咧都講過，呢一日咧係非常重要，因為美國咧就會實施一個全球性非常重要嘅 reciprocal 關稅。咁究竟佢點樣實施咧？對國家有冇個別嘅豁免咧？而家咧個個都係問緊嘅，所以大家都唔知道究竟4月2號咧會有一個咩新嘅局面。所以由而家到4月2號咧，我相信仍然有好多咧上上落落。咁直至4月2號會唔會係更加混亂定更加清晰咧？就真係要睇一睇咧4月2號佢嗰個嘅公佈啦。咁大家咧，即係如果各位股民係要玩呢啲波幅嘅話咧，就要非常之小心，因為喺個政治環境裏邊咧，就冇人知道咧佢下一步咧會點樣做嘅。咁好啦，講完美股整體嘅即係大環境之後咧，我都交俾阿 Meta 咧，即係講一講港股啦。咁我睇咗佢咧最近一篇嘅 article 啦，喺佢嘅社交媒體裏邊發表咗，咁就分析咗咧，其實喺最近呢一個嘅港股升浪裏邊，有邊啲係升得好犀利，有邊啲其實仍然都跌緊咧。咁我交個時間咧，就俾阿 Meta 啦。係啦，咁香港恒生指數就由今年以嚟到而家就升咗差唔多22%啦。咁啊，更加誇張，其實係科技指數升咗36%嘅。咁主要都係即係由年初 DeepSeek 開始引起，就大家對 AI 股票嗰個談論啦。咁就發現其實好多股票，即係嗰啲科技股都跌得好慘，係時候就值得去重新去留意去投資啦。咁所以其實好多科技股其實都升咗好多嘅。如果我哋睇翻，其實升得最多係邊啲咧？其實就頭三咧都唔難估噶啦。恒生指數成分股裏面頭三升得最多咧，第一咧就係中芯國際。咁中芯國際其實佢就係做晶片裏面所需要嘅晶圓啦。咁所以佢呢2個幾月以嚟咧升咗好誇張，升咗77%嘅。第二同第三咧，都係近排成日俾人講嘅啦，就係阿里係嘅啦。阿里係嘅，阿里健康差唔多72%，阿里巴巴升咗差唔多71%。咁呢兩隻就有幾個消息啦，一來就係科技股啦，二來就係即係我諗就係馬雲好似有啲俾人解讀嘅跡象啦。即係兩件事加埋好多其他因素就帶動到佢升咁多啦。第三個就其實就同 AI 可能個關係會比較少啲，所以我就一直都覺得佢升得比較多咗啲嘅，就係小米集團咁啊，升到60%。之前睇好，舊年睇好佢原因就係其實佢海外銷售好勁嘅，即係唔好以為淨係得大陸人會買啦，其實喺好多歐洲、東歐啊嗰啲國家，小米個嗰個銷售額都好勁嘅，咁變咗其實佢嗰個營銷咧。即係其實已經你譬如手機量嗰啲咧，差唔多去到即係全球可能第三啊，甚至乎有時超過咗 Samsung 排第二啊咁樣噶啦。咁所以佢升係值得嘅，但係你話佢有冇升到好似阿里巴巴咁，因為有 AI 冠冕之下升咁多咧，我覺得就有啲升得有啲太多嘅。咁而且佢都不斷創緊歷史新高啦，咁所以呢個就要小心佢有啲回調。咁如果你總結恒指升得最勁嗰頭15位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即係科技股為主啦。咁唯獨是就都有少少其他一啲傳統股票走咗入嚟嘅，咁包括就係港交所啦，咁日日3000億成交，咁你梗係會帶動到佢啦。咁年初至今升咗24%。咁另外咧，周大福咁你掹咗新世界啲嘢之後，其實就某程度上佢個估值都開始表現翻出嚟，咁都升咗30%嘅。咁中聯通反而呢隻電信股都升咗32%。咁另外啦，就係近排賣咗碼頭呢2日升咗500億之後咧，長和今年以嚟嘅表現都係升咗24% 嘅。本身今年咧，所有地產股，香港嗰啲地產股都係跌嘅。咁唯獨是長和，因為呢單 deal 咧就升咗30%呢2日，咁啊令到佢咧就升咗24%。嗱，市值又多500億，我所以話李嘉誠真係有一手啊！即係咁樣嘅情況下都可以跑贏同行。
睇下其他地產股，即係幾大家族仲喺度掙扎緊嘅時候，佢又贏咗一仗啦。咁啊，呢個的而且確係比較勁嘅。即係恒生指數80隻裏面咧，成分股裏面咧，仲有四分一度係跌緊嘅。咁主要係一啲能源股同公用股為主啦。咁能源股包括咧前幾年升得好多嘅就係三桶石油啦，即係特別係中海油883啦，能源啊、電力啊嗰啲股都係跌啦。咁仲有地產，譬如恒基地產啊，同埋啲賭業股同旅遊股都有跌嘅，譬如銀河娛樂啊，跟住攜程啊，我諗呢啲其實同即係嗰個前2年疫情之後就反彈得好多，咁啊升完啦，咁其實就開始個升幅開始乏力之下咧，咁就開始跌翻落嚟啦。咁所以就暫時個恒指表現就係今年就係咁樣，亦都顯示到係即係唔同行業之間個差異開始比較大，所以買嘅時候要選行業板塊要比較謹慎啲咯。嗱，Meta 你正話咧就總結過，即係香港嗰個股票 so far 有邊啲升邊啲跌啦。咁另外一篇嘅文章咧，我見你喺個 Facebook 度 post 咗出嚟都幾得意嘅，就話以全球嚟計啦，究竟有幾多人有1000萬美元以上嘅資產咧？照香港嚟講咧，個比例仍然係相當高嘅喎，即係前嗰幾年有啲富豪走鬼晒，但係其實都唔係喎，都仍然有好多有錢人留翻香港喎。有錢人就應該不分界域嘅，我諗最有錢嗰班，即係你講緊1000萬美元以上呢班叫做 high net wealth 嘅人。咁啱啱來方就公布咗嗰個最新2024年嗰個即係 high net wealth 嘅即係富豪嘅一啲 study 個 report 啦。意思就係1000萬美元淨資產，咁啊應該包埋即係自己層樓啦。咁其實如果計翻2024年咧，咁你股票做得唔錯啊嘛，地產又有啲反彈啦，咁所以其實全球擁有1000萬美元嘅人數咧，其實增加咗4.4%嘅，去到234萬人。特別係升得多都係繼續係北美洲，即係美國為主啦，同埋亞洲增長最顯著嘅。頭先講個股票帶動之外咧，其實嗰個全球奢華住宅個價格都升得比較多嘅，特別係某幾個市場啦，韓國18%，馬尼拉18%，杜拜17%，咁呢啲地方咧，即係比較多外國人投資啦，咁其實所以都帶動到呢啲外國人就賺得比較多嘅錢啦。咁份 report 咧就寫咗即係全球呢啲富翁嘅人數係邊個地方最多啦。咁第一位咧就美國啦，繼續係美國啦，就有90.5萬個呢啲富翁。第二就係中國內地47.2萬，第三個咧就係12.2萬嘅日本，第四個咧就係印度就係8.5萬個。咁你一路排落去咧，其實就之後嗰幾個都係啲歐洲國家為主噶啦。咁去到第10位咧就係香港，就係42700個人。一路排落去啦，台灣咧其實都多嘅，13位嘅排2.8萬個人。咁跟住都成日同人比較，即係同香港比較嘅新加坡咧，其實就少香港好多嘅，得9600幾人嘅啫，就排第19，亦都佢哋更加比泰國9192咧就多少少嘅啫。除咗報告以外咧，我就試過即係計翻總人口去計翻個比率去計啦。咁其實就有啲都得意嘅現象可以睇到嘅。香港雖然你話計富翁嘅總人數一定唔夠美國啊、中國啊嗰啲多啦，咁你計翻香港嘅1000萬美元富翁嘅人數咧有4萬幾人，咁但係香港你總人口750萬人啊嘛，咁所以呢個人口佔比咧就係0.57%，即係你平均咧175人裏面咧，連埋細路仔、老人家啊，就有一個人咧係呢啲咁嘅1000萬美元富翁噶啦。即係你喺條街行一陣咧，如果平均嚟睇咧，就會撞到一個咁嘅1000萬美元富翁噶啦，只不過可能你都察覺唔到佢係咁有錢嘅啫。其實新加坡都高嘅，不過你比香港都少1/4噶啦。新加坡個比例就係0.17%，咁第三就係瑞士啦，0.16%。咁其實仲有個國家應該都會高嘅就係摩納哥，即係歐洲得3萬人嗰個小國摩納哥，不過佢就未有足夠數據，所以就暫時冇計出嚟。如果計出嚟，應該同香港可能佢仲高過香港嘅。
反而咧有啲比例咧就好低嘅，譬如你印度咧，雖然佢排第四啦，總人口有8萬幾個富翁啦，就係其實只不過係香港嘅2倍啫嘛。咁你計翻佢有14億人咧，其實佢個富翁比例咧就係超級低嘅啫，得0.006% 嘅啫。咁你巴西都係嘅，都係得0.01% 嘅啫，即係佢哋啲集中程度都係好懸殊嘅，集中喺某極少數人裏面嘅啫。香港都諗下幾誇張喎！你話連大連細啦，即係夾埋埋175個人就有一個，咁如果你減咗即係後生嗰啲，即係可能30歲樓下嗰啲，咁其實都幾誇張喎！即係其實咧代表咗咩咧？喺你嘅朋友裏邊咧，梗有一個咧係有1000萬以上嘅資產喎，因為你諗下你。都識100個朋友啊嘛，係咪？咁我哋呢啲咁嘅年紀識嘅朋友都唔會係細啦，咁所以100個裏邊就一個咯喎，咁即係其實人人都識一個咧，所謂1000萬美元富豪，即係代表港幣就8000萬到咁樣樣啦。咁我覺得都幾誇張喎，呢個都。我諗好多樓當年其實一路升下升下升到上去幾千萬，其實喺香港又唔係真係話好多嘅。咁你一層樓都大少少都千幾萬咁樣，咁所以其實7000幾8000萬其實可能真係，如果你早年嘅有幾層樓嘅家庭已經係有機會達到呢個門檻。咁所以可能聽聞你身邊都好多呢啲咁嘅人喺度，都唔出奇。嗱，好啦，講完咧呢一個美股啦，講完港股啦，講完呢一個香港嘅富豪數量之後咧，最後咧我都想用幾分鐘咧講一講一個唔係好多人留意，特別喺亞洲地區咧唔會好多人講嘅，就係德國。點解要講德國咧？一定要睇以下呢張圖先，就係德國嘅10年期債券突然間咧喺過去嗰個零兩個禮拜咧就爆升得好犀利。呢個係德國10年期嘅國債債息。咁你話喂，國債債息飆升有啲乜嘢咁重要咧？嗱，呢個咧就牽涉到咧最近啊，德國因為大選啊嘛，大選咗之後就有新嘅 Chancellor 上場啦。咁佢提出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喺過去德國咧一路以嚟咧，對於嗰個政府嘅使費咧，係有一個好嚴格喺 Constitution 裏邊嘅控制嘅，就係咧嗰個 deficit 財政嘅赤字咧，唔可以超過0.35%嘅 GDP。咁即係基本上邊就係要做到呢一個收支平衡。咁當然喺啲好特殊嘅環境裏邊，譬如好似疫情，佢都超越咗嘅。但係整體嚟講咧，呢條係一個不能僭越嘅底線。咁而佢最新嘅一輪措施咧，就係希望可以打破咗呢一個嘅底線。咁佢亦都公布咗咧，就話希望咧可以喺未來十幾年裏邊咧，有500個 billion 嘅投資係擺落去咧基建嗰度。同埋咧喺軍費裏邊咧，亦都會大幅嘅增加，而呢個軍費咧就唔納入喺呢0.35%嗰條嘅死線裏邊，咁所以咧令到成個德國對於未來嗰個財政嘅支出咧就會大大增加，除咗基建之外，軍事都會。咁好多人咧都覺得咧呢個係一個 game changer 嚟嘅，即係一個 paradigm 嘅改變，因為過去咧。德國喺成個歐盟裏邊咧，呢一個嘅財政措施咧係最嚴謹嘅。EU 對於其他國家咧嗰個嘅限制咧都係3%，而德國佢自己咧就係0.35%。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大家需要留意，因為好多人咧都覺得對於德國嚟講咧，呢個咧係可以改變到佢成個經濟增長嘅 model。以前佢就唔可以有赤字嘅，而家就可以靠赤字咧嚟到推經濟。咁整件事點解我會攞出嚟講呢？就係你會發覺，除咗所謂特朗普嘅關稅對美國有影響之外咧，其實成件事咧對全球嘅經濟咧都會有一個翻天覆地嘅影響。而德國呢個咧只不過係第一個嘅例子，我相信咧跟住落嚟嘅關稅，會對其他嘅國家，包括譬如印度、日本、南韓，所有嘅國家咧，都會作出一個回應。而呢啲回應咧，係一個所謂 paradigm 嘅改變啊，
係一個範式嘅轉移。咁所以呢一啲嘢咧，唔係淨係好短時間裏邊影響，而係長時間咧都會有一個深遠嘅影響落去。咁呢一啲事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就唔係淨係擺個目光喺個美國或者香港、中國，而係全球嗰個嘅 economic system 咧，都會出現一個更深嘅變化。好啦，今日咧就講咗好多唔同嘅話題啦。咁我都預告一下，喺未來幾個禮拜咧，因為我自己一啲嘅個人事務啦，同埋 Meta 咧就夾唔到錄呢個三元視野，咁所以我哋喺未來幾個禮拜咧會停一停，直至到5月頭咧三元視野咧先至會再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講，拜拜。拜拜。